你有冇發現，當你年紀越嚟越大，手機通訊錄入面嘅名單越嚟越長，但係喺深夜失眠嗰陣，你碌上碌落，竟然揾唔到一個可以打過去傾偈嘅人。你明明冇做錯任何事，但身邊曾經稱兄道弟嘅朋友，甚至係最親密嘅人，一個個咁慢慢疏遠你。你一個搭緊深夜嘅 N 字圖肇巴士，望住車窗出面飛過嘅街燈，突然覺得自己好似被數個世界遺棄咗咁。你係咪成日喺度怪自己？係咪我性格太差？係咪我唔夠合群？點解我會越嚟越孤獨？如果你而家正經歷緊呢種最深嘅孤獨感，甚至覺得自己被人辜負、被人出賣，請你記住呢句話：你完全冇做錯。呢啲無緣無故嘅疏遠，呢啲痛不欲生嘅失去，根本唔係你嘅報應。呢個真相埋藏咗2500年。今日我會用佛法嘅因果邏輯，逐層為你拆解體驗呢條片。你就會明白點解你身邊空無一人，其實係你即將行大運嘅最強先兆。你有冇發現啊？你有冇發現？以前一班人食飯去唱，企你永遠係笑得最大聲，搞氣氛嗰個。但係依家每逢星期五放過，收到 WhatsApp群組有人嗌食飯，你第一反應已經唔係開心，而係覺得好攰。你想揾個藉口推咗佢，寧願自己返屋企對住幅牆發呆，或者自己喺街邊食川魚蛋。呢種攰唔係身體上做嘢嘅攰，而係一從由骨髓到心出嚟，對人類群體極度抗拒嘅攰。真正嘅獨來獨往，唔係你性格變得孤僻，而係你嘅靈魂開始排毒。好多人以為隱密就係錢目，朋友多路好客，唔合群就代表你喺呢個社會揾唔落去，即將被邊緣化。身邊嘅長輩甚至會話你咁樣接埋點得會冇運行。但事實上，你身邊嗰啲所謂嘅合群，90%以上都係喺度互相消耗緊大家嘅福報。你為咗迎合別人而擠出嚟嘅每一個笑容，為咗唔冷場而講嘅每一句廢話，其實都係喺度透支緊你自己最珍貴嘅靈魂能量。佛經入面有云：狂心頓意，血即菩提。知道話用廣東話講，就係話當你嗰個係咁向外攀援，係咁想討好全世界嘅癲狂之心終於肯停低，嗰一刻就係你智慧覺醒嘅開始。原來你而家對應酬嘅抗拒，唔係你個人出咗問題，而係你個狂心終於識得攰，逼住你遠離嗰啲虛妄嘅社交。3000幾年前嘅古印度舍衛國有個頭頭叫迦葉，佢原本係名門望族，每日屋企門口都排滿想攀附佢嘅人，筵席從來未停過。但有一日，迦葉望住席上嗰啲飲到面紅耳赤、滿口奉承說話嘅賓客，突然覺得好作嘔。佢二話不說，除低華麗嘅絲綢衫，換上一件喺垃圾堆度執翻嚟嘅糞掃衣，頭都唔會咁行入森林深處。任憑國王點樣派人請佢出山，佢都避而不見。嗰啲喧鬧嘅人群背後，全部都係燃燒緊嘅貪嗔癡。1000年之後，去到大唐長安，有個叫李元嘅官員，每日遊走喺酒局宴會之中，同僚之間稱兄道弟，打酒言歡，直到佢因為一場政治風波被貶謫。昔日嗰班攬頭攬頸嘅兄弟，一夜之間全部被資質吉，連封信都唔敢回。李元喺流放途中，望住江邊嘅孤月，突然大笑三聲。佢將身上最後一塊代表官場身份嘅玉佩掟落江度，從此隱居山林咪州獨釣，再唔見下。而家就係香港深水埗一間茶餐廳入面，阿強啱啱收夜更，佢今年42歲，做緊一間公司嘅中層。手機不斷震，係舊同學聚會嘅 group 喺度發大合照，相入面個個舉住酒杯，笑得好燦爛。阿強默默將部手機翻轉，擺喺張有腍腍嘅台度，掉咗碗沙爹牛肉麵。佢望住窗，為喜來洋往燈光閃爍嘅長沙灣道，突然覺得內心好平靜。以前佢一定會幫佢同路啊，join佢哋，怕自己甩底會俾人講閒話，怕跌出個圈子。但今日佢寧願喺度聽住茶餐廳阿姐大大聲落單嘅聲，都唔想再去陪笑，因為佢好清楚嗰張大合照入面嘅人，冇一個會喺佢老母半夜入急症室嗰陣肯聽佢打過去嘅電話。就好似嚟喺放工時間嘅港鐵金鐘站轉車金鐘站轉車咁，凡事逼滿晒人，每個人都推住你向前行。你以為你同班人一齊行緊同一個方向，其實你根本控制唔到自己嘅對腳，只係被業力嘅紅流果挾住。直到有一日，你決定行出個月台，
自己揾條冇人嘅樓梯慢慢行上去。雖然得你自己一個，雖然條路有啲靜，但你終於可以唞翻大啖氣，揾翻自己嘅節奏。用佛法嘅因果邏輯嚟拆解點解勉強合群會咁攰，因為勉強合群沾染他人嘅共業餘，負能量消耗自身福報。每一次你違背自己心意去討好別人，去聽人哋抱怨，去參與冇意義嘅八卦，都係喺度同對方結緊一重雜染源。人多嘅地方，往往就係業追混濁嘅漩渦。當你嘅靈魂承受唔到呢啲雜染嘅業力時，宇宙就會啟動自我保護機制，用疲憊感同抗拒感嚟切斷呢啲無謂嘅連結。唔係你唔識做人，而係你終於明白，與其喺虛偽嘅人群入面做配角，不如喺孤獨嘅世界入面做煩自己嘅主角。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唔使答我，答自己就好。你最近一次喺人群之中感到極度孤獨，覺得冇人明白你，係幾時？如果你都試過冷言自己一個，動場對住班虛偽嘅人笑，喺留言區話我知，我會睇每一個留言。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留言，更加係一份對真實自我嘅呼喚，證明你已經準備好醒過嚟，你開始去受督着。呢個係一件好事，代表你嘅防護網開始張開。但係呢度有一個更辣嘅問題，當你選擇退一步，點解偏偏係你身邊曾經最親近嘅人，會突然無端端疏遠你，甚至背後講你壞話？如果我話你知，佢哋嘅支開其實係佛菩薩為你精心安排嘅一場手術，你會點諗？你有冇試過身邊總有一兩個人，明明尋日仲一齊食晏有傾有講，今日突然之間就對你避忌三分？你發 WhatsApp 俾佢，佢只係敷衍回個 emoji，你想約佢出嚟，佢次次都話唔得閒。你一定係無數個夜晚輾轉反側，不斷怪責自己，係咪我講錯嘢？係咪我得罪咗佢？定係我得罪咗佢？定係我做人真係咁失敗？連一個真心朋友都留唔住，嗰啲突然冷落你嘅人，唔係你做錯事，而係佛菩薩幫緊你擋災。好多人以為人與人之間關係轉淡，甚至莫名其妙俾人排擠，一定係自己性格有缺陷，或者交際手腕唔夠圓滑。但真相係，當一個人無緣無故黐開你嘅生命，係因為你哋嘅業力頻率已經唔再匹配，強行扭住佢，只會將佢身上即將引爆嘅惡果蔓延到你身上。呢種黐害唔係懲罰，而係一場精準嘅救援。佛經入面有云：諸法因緣生，我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實。呢兩句說話用廣東話講，就係話世間所有人際關係都係因為業力牽扯而相聚，一旦互相欠嘅債還清，緣分就會強行終止。原來當一個人突然對你冷淡，呢個就係話宇宙嘅保護機制已經啟動，夾硬將你由一個異險嘅磁場度拉走。3000幾年前嘅古印度有一位叫不提嘅尊者，佢原本係僧團入面人緣好好，但突然有一排幾個平時交情最深嘅同行僧人開始孤立佢，去托缽都唔叫埋佢。不提冇埋怨，只係默默搬去山崖邊獨自靜修。結果幾個月後，嗰班排擠佢嘅僧人因為捲入咗一場皇族嘅利益紛爭，全部被國王驅逐出境。不提因為早早脫黐咗嗰個圈子，反而避過一劫。千年之後，大唐長安城，書生柳宗同幾個同窗一齊溫書考科舉，點知有一日同儕屈佢偷咗書院嘅古籍，夾硬將佢趕走。柳宗係趕走，柳宗係要受屈，帶住行李黯然返鄉。第2年科舉，嗰幾個同窗因為涉嫌科場作弊，全部被判流放嶺南，終身不得錄用。如果當日柳宗仲留喺嗰度，必定會被株連。而家就係香港觀塘一間貿易公司入面做咗5年嘅美國5部門嘅幾個同事背角。以前大家一齊叫外賣，一齊落街買咖啡，但突然之間 pantry 撞到面到當睇佢唔到。食 lunch 佢哋自己開個新 WhatsApp group 約出去，留低嘅每一個係為食丁丁飯，未喊咗好幾晚，日日反省自己係咪講錯嘢得罪人，甚至懷疑自己有社交障礙。結果半年之後，廉政公署突然上門，原來嗰幾個同事一直夾埋做假單食公司回佣，全部被拘捕。阿美正正因為被排擠，完全冇接觸過嗰啲有問題嘅蘇博，成為全個部門外有一個唔使上庭嘅人。就好似你喺九龍塘站轉車返屋企，明明跑快2步就上到班車，
點知前面個阿叔突然撞跌咗你包嘢，搞到你眼崩白睇住道木門喺你面前閂埋。你喺月台度激到死，覺得自己好黑仔，覺得世界都針對緊你。點知下一秒廣播就話頭先嗰班車發生咗嚴重故障，困咗喺隧道度2個鐘。個冇端端撞你嘅人嗰重被丟低嘅委屈，其實就係上天扯住你衫尾，唔俾你上嗰班災難之車。用佛法嘅因果邏輯去睇，呢種情況叫做共業魔持。機制好簡單，對方身上積累惡業宇宙啟動格次機制以排擠或疏遠嘅果報呈現。當你身邊嘅人即將要承受巨大嘅業力翻世嗰陣，如果你福報夠深，因果法則就會製造一啲看似唔合理嘅矛盾同冷落，夾硬斬斷你哋嘅連結。你以為自己失去咗朋友，其實係被移出咗災難嘅名單。唔係你冇人愛，係你個磁場太乾淨，宇宙唔容許嗰啲帶住晦氣嘅人繼續消耗你。有啲人突然疏遠你，你以為係自己有問題，但睇到呢度你應該明白，呢啲都只係當咗。但如果我話你知，對方唔單止疏遠你，仲要喺背後狠狠咁插你一刀，出賣你，甚至呃走你嘅錢呢？面對呢種天黑嘅背叛，你仲可唔可以平靜咁接受？經歷過真心還絕情咩？你試過借錢俾人，幫人渡過難關，最後揾你嘅唔係一句多謝，而係 WhatsApp 俾人 block 埋，連電話都打唔通。你試過為一段感情付出晒所有青春同積蓄，最後揾嚟對方一句我從來冇逼過你，嗰種感覺就好似你心口突然俾人插咗把刀，而插你嗰個偏偏係你最信任最毫冇防備嘅人。你一定試過喺無數個深夜覺得心有不甘，甚至話而因果報應根本唔存在。你喺度諗，點解受傷嘅總係善良嘅人？點解付出愈多下場反而愈慘？經歷背叛唔係你運氣差，而係宇宙用最痛嘅方式夾硬切掉你身上嘅吸血藤。好多人以為俾人出賣，俾人出賣，俾人出賣，俾人辜負，係因為自己太蠢，太容易信任。身邊嗰啲企喺道德高地嘅人，甚至會用一種居高臨下嘅語氣同你講：你今天真抵死啦！一早叫咗你唔好信佢啦。呢種受害者有罪論，令到你除咗痛，仲多咗一分極大嘅自我否定。但真相係呢場背叛根本無關你聰唔聰明，呢種撕心裂肺嘅辜負，從來都唔係你嘅人生污點，而係業力清算嘅最終極手段。如果唔係痛到入心入肺，如果唔係對方做得咁絕，你呢種心軟又重情重義嘅人，根本一世都唔會捨得放手。佛經入面有云：一切因愛會無上難得救，生死多畏懼，命依舊有無命而於神路。呢段說話用廣東話講，就係話世間上所有看似深厚嘅人際關係同恩恩怨怨都唔會永恆不變，就好似朝早嘅流水咁脆弱，完盡就必定會散。原來呢個就係話，嗰啲令你痛不欲生嘅背叛，只不過係緣分走到盡頭時，宇宙為你安排嘅一場強制刪除手續。3000幾年前嘅古印度，沙俄本有一位受人敬仰嘅長老，佢將畢生所學所有嘅修行資源，全部傾囊相授俾佢最信任嘅大弟子。點知個大弟子為咗提早奪取僧團嘅領導權，竟然暗中勾結地方權貴，向國王誣陷長老私吞供養。長老百口莫辯，面對徒弟指住被告嘅污衊，佢一言不發，木執好行囊被驅逐出境。幾年之後，嗰個大弟子因為貪得無厭，連國王嘅財產都咁落格，最終東窗事發，被判處極刑，身敗名裂。如果當日長老冇被背叛，冇被逼走，佢必定會被呢個逆徒嘅惡行牽連，萬劫不保。其實係最粗暴嘅拯救。千年之後去到大唐揚州，有個姓陳嘅商人，生意做得好大，佢好重兄弟情，見到親細佬沉迷賭博欠下舉債，不惜傾盡家財幫細佬還錢，仲將自己間祖屋讓埋俾細佬一家住。點知細佬翻轉豬肚就係屎。趁陳商人外出做生意嗰陣，偽造文書吞沒咗所有家產，仲派人將回鄉嘅陳瑞人趕出家門，流落街頭。陳瑞人喺冰天雪地中仰天長嘆，覺得天理何在？但第二年冬天，揚州發生百年一遇嘅大火，細佬同嗰間大屋一齊化為灰燼。陳瑞人因為喺外地做苦工，反而執翻條命，而家就喺香港旺角一間茶餐廳嘅老闆娘玲姐，每日由朝做到晚，捱到成身痛症。
見到識咗20年嘅好姊妹爭議失敗，喊到收唔到聲，玲姐二老不說，將自己辛辛苦苦沖奶茶、買菠蘿包儲落嘅30萬定期，全數過晒俾對方應急。結果半年後，好姊妹一家靜靜雞移民去咗英國，連玲姐嘅 WhatsApp、Facebook 全部 block 晒，人間蒸發。玲姐崩潰大喊，覺得自己一片真心毀咗狗，連茶餐廳都差啲冇心機做落去。但2年後，玲姐先從其他街坊口中知道，原來個好姊妹一早已經爛到成性，周圍借錢癲氹，爭落街數幾百萬。留喺香港嘅親戚朋友，日日俾收數佬上門淋紅油，貼大字報，永無處日。玲姐當日冇咗個30萬，換嚟對方主動斷絕聯絡，反而令佢間茶餐廳免受牽連，保住咗一家大細嘅安全。知道有輪呢種感覺就好似你指甲生咗個毒瘡，你一直以為只要每一副藥用心機照顧，佢就會慢慢好返。點知有日醫生考埋嚟，不由分說一刀將你啲爛肉全部走，嗰一刻你痛到飆眼水。你覺得個醫生好殘忍，但係如果你唔痛呢一下，啲毒素就會蔓延到全身，最後連命都冇。嗰個出賣你辜負你嘅人，就係你生命入面嗰嚿配死嘅肉。用佛法嘅因果邏輯去拆解呢種痛楚，叫逆增上緣。佢嘅運作框架好簡單，過度付出與執着惡緣積累至臨界點，以背叛形式強制斬斷業力結界。當你不斷單方面對一個人好，而對方只係不斷索取，你哋之間嘅業力天平就會嚴重傾斜，形成一個黑洞。宇宙為咗阻止你嘅福報同能量被徹底抽乾，就會安排一場極度殘酷嘅出賣。你一刀切落去，雖然痛到你懷疑人生，但從此以後，你同佢嘅業力因緣就一筆勾銷。佢帶走咗你嘅錢或者感情，同時亦都帶走咗你命中即將要承受嘅劫難。你以為嘅真心還絕情，其實係宇宙見你太委屈，強行幫你斬斷一段一段宿命嘅惡緣。如果你睇到呢度，而家心入面有一啲感觸，又或者你想起咗某個曾經令你痛心疾首嘅人，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一個阿彌陀佛，每一個阿彌陀佛，每一個阿彌陀佛都係一份對自己嘅承諾，代表你正式將呢筆爛賬一筆勾銷。你唔需要原諒對方，但你必須放過自己，都係幫自己清空磁場，迎接真正屬於你嘅好運。經歷過背叛，你終於明白有啲人係留唔住嘅。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難嘅問題，如果你明知段關係已經爛透，明知對方只係喺度消耗你，但你偏偏就係唔甘心，死話住唔放，結果會點？如果我話你知，強求嘅緣分分分鐘會折你嘅壽，你會點諗？你有冇試過喺半夜3更全屋熄晒燈嗰陣，自己一個匿埋喺被竇入面，對住手機個熒幕發呆？你反覆掃住一個已經唔會再響嘅 WhatsApp 對話視窗，睇住對方個最後上線時間，心入面有1萬句說話想講，但打完又刪，刪完又打。你明知對方已經當你透明，明知段關係已經爛到見骨，但你硬係覺得只要自己肯再低聲下氣啲，只要再堅持多一陣，所有嘢都可以翻轉頭。嗰種被回憶監禁住唞唔到氣嘅感覺，真係連死都冇咁難受。真正嘅折磨唔係失去，真正嘅折磨唔係失去，而係你死畫住一段已經配死嘅因果唔放。好多人以為感情或者人際關係入面嘅最高境界係堅持由細到大。身邊啲長輩甚至啲流行曲都教我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付出夠多，總有一日會感動到佢。呢種有毒嘅常識呃咗無數善良嘅人。你以為自己喺度挽救緊一段珍貴嘅緣分，但真相係當2個人嘅業力已經清算完畢，你仲喺度強求，就好似係一條已經乾涸咗嘅河道死命掘水咁。你掘出嚟嘅唔會係金泉，而係會割傷你自己雙手嘅泥沙同玻璃碎。佛經入面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呢段出自《金剛經》嘅大智慧，用廣東話講，就係話世間上所有你睇得見嘅關係承諾，同埋你以為放唔低嘅人，其實全部都係業力產生嘅幻象。當你明白呢啲幻象遲早都會消失，唔再執着，你先至會揾到真正嘅解脫。呢個就係話你日思夜想、痛不欲生、想捉實嘅嗰個人，根本只係一個已經過咗期嘅幻影。
3000幾年前嘅古印度，行河邊有個好出名嘅漁夫叫優波。有一次佢出海捕魚，魚絲被一股極大嘅力量扯住。優波憑經驗知道水底，佢睇嗰條一定係百年難得一見嘅大魚。佢死命拉住條魚絲，雙手勒到流晒血都唔肯放。身邊嘅同行怨佢條魚翼太大，快啲割斷條絲保命啦。但優波上眼通紅大叫：我等咗半世人先遇到呢條魚，死都唔放。結果一陣巨浪打埋嚟，大魚一扯，將優波呢人大船扯咗落深淵，屍骨無存。佢唔係死於海難，而係死於自己唔肯放手嘅貪念。千年之後，去到大宋臨安，有個官宦世家嘅千金小姐叫婉人，對一個窮書生一見鍾情。書生明明已經有青梅竹馬嘅未婚妻，但婉人死活都要嫁俾佢，甚至一喊二鬧三上吊，逼老父用權力拆散鴛鴦，強行招書生為婿。婉人以為結咗婚就可以慢慢培養感情，點知書生婚後日日借酒消食，對佢冷若冰霜。婉人用盡一世時間去討好佢，求神拜佛想佢回心轉意，最後鬱鬱而終。臨死前，書生連望都冇望過佢一眼。婉人強求翻嚟嘅，只係一座困死自己一世嘅冰冷監獄。而家就係香港銅鑼灣一間廣告公司做 account manager 嘅 Carmen， 今年35歲。半年前拍咗5年拖嘅男朋友突然提出分手，話覺得大家步伐唔一致。Carmen覺得沙個天冧咗落嚟，佢開始瘋狂喪失理智咁挽回，日日咪好早餐，去南方鰂魚涌個 office 樓下等佢，瘋狂打電話打到對方熄機，甚至用資產嚟要挾對方出嚟見面。Carmen 覺得自己好偉大，愛得好深，但結果嚟，男方去差館申請咗禁制令，Carmen因為情緒崩潰，日日請病假，最後連分工都冇埋。夜晚黑，Carmen 自己一個坐喺維園個長凳度，喊到似西校，成個人瘦到得返棚骨，要靠食抗抑鬱藥先瞓到過。佢為咗一個已經唔愛佢嘅人，將自己本來大好嘅人生親手撕到稀巴爛，就好似你半夜3更喺旺角街頭死，都要等一架寫住大埔嘅紅頂小巴，架車明明已經滿座，司機揮手叫你等下一班，你偏偏唔睇，死都要掹住個車門唔放，結果俾架車拖，行咗幾十米，磨到周身損晒。你瞓喺馬路中心喊死，覺得個司機好無情，但你冇留意到，係你發癲嗰陣，旁邊其實已經有3架空的士，2架巴士開過。只要你肯放手，你一早已經舒舒服服返到屋企。用佛法嘅因果邏輯去拆解，呢種智慧叫業力作失。機制係咁樣嘅，過度執着於舊緣將愛自身磁場更新，形成泛身心嘅業力黑洞。宇宙嘅法則是流動嘅，舊嘅因果完結，新嘅因果先可以入嚟。當你思話煮一段爛緣分貨，你就係喺度同整個宇宙嘅法則對抗。你消耗嘅唔單止係時間同眼淚，更加係你未來10幾年嘅福報同好運。強求就等同於你夾硬將一嚿已經發臭生蟲嘅死肉縫落自己個身度，最終只會令你自己毒發身亡。你以為唔放手係心情，其實係利用緊自己嘅命水去餵養緊日之要做執着嘅怪物。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隨緣自在。呢個唔單止係對自己嘅一份接錄，更加係一份俾宇宙嘅最強信號。當你打低呢4個字，你就係正式向宇宙宣告，你願意切斷所有已經配死嘅因果。你放過對方，更加放過你自己。你打完呢4個字之後，試下深呼吸一啖氣，你會發現壓喺你心口嗰嚿大石真係會輕咗一半。當你終於肯放手，當你身邊所有錯嘅人都已經黐害晒，你可能會突然覺得好怯。你望住空蕩蕩嘅屋企，打開手機發現冇人揾你，你會懷疑自己係咪真係孤獨終老，一無所有。但如果我話你知，呢種身邊空無一人嘅狀態根本唔係低谷，而係你個磁場即將發生核爆級升級嘅先兆，你會點諗？你有冇發現，當你身邊嗰啲消耗你嘅人走得七七八八，當你學識放手之後，迎來嘅並唔係即刻嘅快樂，而係一重令人窒息嘅安靜。星期日嘅下晝，你一個人坐喺梳化，全間屋靜到淨係聽到雪舉個摩打發出嘅嗡嗡聲。
你打開 WhatsApp 由頭掃到落尾，發現除咗啲群組廣告同埋寬頻續約嘅信息，根本冇人揾你。你想落街行下，但去到商場見到一家大細一對情侶喺度食飯睇戲，你突然覺得自己好似一個透明人，同呢個世界格格不入。嗰一刻，你甚至會懷疑自己係咪做錯咗選擇？點解清醒之後嘅代價係無邊無際嘅孤獨？當你身邊空無一人，唔係你一無所有，而係你個磁場即將升級。你以為自己孤獨，其實係宇宙喺保護你，唔俾你跌入某啲因果漩渦。放低唔係失去，空無一人先係人生最大嘅容量。你終於開始明白，獨來獨往並不可怕，反而係一重極致嘅奢侈。你開始享受呢份處靜，你個磁場亦都喺呢份處靜之中，慢慢提升到一個新嘅高度。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難嘅問題，當你真係睇透咗呢一切，接受咗身邊人來人往嘅無常，剩低嘅日子，你應該點樣過？當真正嘅大結局來臨嗰陣，你又會用咩心態去面對？你有冇試過？當一切塵埃落定，嗰啲背叛過嚟嘅、消耗過嚟嘅，你死畫住唔放嘅人，全部都喺你生命入面退場之後，你望住快鏡入面嘅自己，突然覺得好陌生，但又好真實。你可能會有啲唔慣，因為你再唔需要去顧人哋眉頭眼額，再唔需要為咗遷就人哋而委屈自己。你終於得翻你自己一個，但係你個心竟然從來都未試過咁樣踏實過。接受散場唔係認輸，而係你終於明白，放無望入面只有你自己先最安全。好多人以為安全感係來自於身邊有好多人陪，有好多關係托住自己。我哋嘥日覺得要喺呢個殘酷嘅世界生存，就必須要跌網，將自己同好多人綁埋一齊，咁樣跌落嚟嗰陣先有人接住。但真相係，當你同其他人綁得太實，一旦對方跌落深淵，佢第一個拖落水嘅就一定係你。真正嘅安全感，從來唔係建立喺別人嘅承諾同陪伴之上，而係建立喺你敢於切斷所有惡緣、獨自爭立嘅勇氣。冤尊則神就係宇宙為你啟動嘅最高級防禦機制。佛經入面有云，心無掛礙，冇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無有恐怖，原始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呢段心經最核心嘅經文，用廣東話講，就係話，當你個心再冇任何執着同牽掛，你自然就唔會再有恐懼，從此遠離所有痛苦嘅幻象，得到真正嘅平靜。原來呢個就係話，當你肯放手，由得啲人走，你唔係失去咗依靠，而係拆除咗鎖，又會令你擔驚受怕嘅計時炸彈。而家俾我哋回望一次呢個城市，深水埗嗰間茶餐廳，阿強依然係自己一個食緊沙爹牛肉麵，但佢聽住隔籬台講啲無聊八卦，嘴角微微笑咗一下。佢好慶幸自己冇去到個舊同學聚會，因為佢啱啱收到風，嗰班舊同學喺酒局度因為借錢問題翻面，差啲連親人都惹埋。觀塘嘅阿咩雖然失去咗以前班同事，但佢因為冇捲入貪污案，被老細賞識升咗職，而家每日準時收工，自己去學瑜伽。旺角嘅玲姐間茶餐廳執得乾乾淨淨，冇咗嗰個不斷問佢借錢嘅好姊妹，佢終於儲夠錢，下個月可以同老公去轉旅行。銅鑼灣嘅卡明將前任留低嘅所有嘢掉晒落垃圾房，佢剪短咗頭髮，今晚自己一個去睇戲，覺得連唞氣都特別順暢。將軍澳嘅華叔瞓得好穩到華叔瞓得好穩，佢聽朝約咗自己去飲早茶，而係天水圍嘅一條屋住70歲嘅根叔，自己一個喺大廈個天台度種菜。傍晚時分，濕地公園嗰邊嘅日落像沙個天染到橙紅色，樓下傳嚟輕鐵叮叮嘅入站聲。根叔攞住個花灑，慢慢咁淋水。佢身邊冇老婆冇仔女冇朋友，得基本白菜同番茄。但係喺呢一刻，佢嘅內心平靜到好似一潭死水，連一絲漣漪都冇。佢唔使再為任何人嘅喜怒哀樂負責，佢只需要對住自己，對住呢片晚霞。根叔雖然只有一個人，但佢嘅心胸已經裝得落晒個宇宙，就好似打風嗰陣嘅避風塘。你以為將所有石油船用鐵鏈鎖埋一齊先最安全？嘈啦！只要其中一支船起火，又或者紙溜密咗，成排船就會一齊攬炒沉沒。真正聰明嘅船長會斬斷同其他船嘅纜索，揾個最安全嘅位。
自己立立，風浪再大，只要你自己子船夠堅固，你就一定可以捱到天光。用佛法嘅因果邏輯嚟拆解呢個最終極嘅境界叫做業力結界，佢嘅運作框架係接受緣盡徹底切斷業力糾纏應成無堅不摧嘅個人防護網。當你唔再強求任何人嘅痴害而悲傷，所有可能傷害你嘅因果都會喺你嘅結界出面被翻達。你不再干涉別人嘅因果，別人嘅因果，別人嘅亦都無法再沾染你半分。你真正成為咗自己生命嘅絕對主宰。緣盡則散，唔係上天會收你嘅幸福，而一佛菩薩為你起咗一道防火牆。放下唔係殘忍，勉強留低一齊沉船先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嘅內心已經得到咗答案。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一個數字，一代表開始，代表完整，亦都代表你自己，亦都代表你只有你自己。當你打低呢個數字，代表你已經準備好接受呢份宇宙最高級嘅保護，代表你正式同過去所有錯嘅人、錯嘅關係講再見。從今以後，你嘅磁場將會無比強大，百毒不侵。呢條路注定係要自己一個行落去，你唔使再問點解佢哋要走。你只需要知道，防護網已經築起，依嚟好安全。夜深啦，放低部手機，聽下窗外嘅風聲，唔使再為已經思害嘅人流一滴眼淚，亦都唔使為聽日嘅孤獨感到恐懼。人生呢場戲本來就係單人匹馬上陣，緣盡就散你自己一個，已經足夠圓滿。